三角汤黄金店面，在伫咧复兴南路含中孝东路外界所在，是台北市东区上名的店王。出头家是上名的投资客刘妈妈，过去台北有旅行社以1个月租金100外万给租落来，最近个空出来伫咧起胖。当初可以以每户这个100万的这个高单价、高总价租出去，有一定的这个时空背景。但是后来我们看到，不管是整个旅游市场的衰退，甚至是整个东区商圈的移转，相对来说，可能在租金或价格上面都有明显的修正。看到这间店面这几年的租金变化，2013年以100万珍贵的介绍租予旅行社，2019年旅行社退租开50万，空租半年。2020年开始用18万的介绍租予特别会，2023年年底搁一摆空租，租金缩升到60万，起超过40万。刘妈妈这个三角窗黄金店面，因为坪数小，开价60万，每坪可以来到3万元左右。而另外一个可以跟它并驾齐驱的，还有这里中孝东路、敦化南路的店面进前租予金行，即马嘛搁一摆换精品店来租，含刘妈妈的店面相像，拢是三角汤。不过贵3站的租金，尚有可能来租。所谓的快时尚，或者是来台湾开首店的这些知名品牌，那还有一些新创品牌或者是新创业者，也希望在这边插旗。创造它的这个行销，或者是实体加上这个虚拟通路上面的这个综合运用。卖出的中人分析，怎样看棒真大体，就算租金真贵，为了公开引导的品牌，赶快有业者关起第站进驻。不过介绍若调去收车，生意嘛恐惊做袂久长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